大家有冇諗過一個問題？全世界嘅人口入面，猶太人只係佔咗0.2%左右，即係大約1400萬人。但係如果你去睇福布斯富豪榜或者係諾貝爾獎得主嘅名單，猶太人嘅比例係高得驚人嘅。華爾街嘅金融巨頭、硅谷嘅科技大亨，好多都係猶太裔。好多人就會話猶太人天生就係識做生意，佢哋個腦特別聰明，甚至有啲陰謀論話佢哋喺背後控制住全世界嘅經濟。但係呢啲講法其實好多都係誇大咗，甚至乎係出於偏見同埋誤解。先由歷史講起，大家要明白，猶太人之所以會走上商業同埋金融呢條路，好大程度上係因為冇得揀。喺2000幾年前，即係大約公元70年嘅時候，羅馬帝國摧毀咗耶路撒冷嘅第二聖殿，猶太人自此就被迫流亡到世界各地，開始咗長達近2000年嘅大流散時期。喺漫長嘅中世紀歐洲，猶太人嘅處境其實係非常之艱難嘅。當時嘅歐洲係由基督教主導，猶太人因為信仰嘅唔同，受盡各種歧視同埋排擠，佢哋被嚴格禁止擁有土地。大家諗下，喺嗰個農業社會，土地就係最重要嘅生產資料，冇得種田就即係冇得靠最傳統嘅方法去維生。同時，當時各行各業嘅行會，即係好似而家嘅職業工會咁，都唔准猶太人加入，變相令到佢哋冇辦法從事好多傳統嘅手工藝或者係製造業。咁佢哋可以做啲咩呢？為咗生存，佢哋只能夠去做一啲當時基督徒唔願意做或者係被宗教法律禁止做嘅行業。其中最典型嘅就係放債，即係我哋而家講嘅金融信貸。當時嘅基督教教義係嚴格禁止基督徒之間收取利息嘅，認為用錢係一種罪惡。但係隨住歐洲商業慢慢發展，社會對資金嘅需求又的確存在，於是乎猶太人就填補咗呢個經濟上嘅空白。佢哋嘅宗教律法雖然都禁止向自己嘅弟兄收取利息，但係就容許向外邦人，即係非猶太人收息。就係咁樣，猶太人慢慢成為咗中世紀歐洲嘅主要放貸人，亦都為佢哋日後喺金融業嘅發展打下咗最早期嘅基礎。因為長期受到迫害，甚至隨時會面臨被驅逐出境嘅危險，猶太人慢慢培養出一種好獨特嘅財富觀念。既然土地同埋固定資產隨時會被人充公或者搶走，佢哋就將注意力轉向咗可以帶得走嘅財富。咩嘢係可以帶得走嘅財富呢？除咗黃金、鑽石呢啲體積細但係價值高嘅實體資產之外，最重要嘅就係知識同埋技能，即係我哋而家講嘅人力資本。呢個就完美解釋咗點解猶太民族會咁重視教育。講到教育，就一定要講下佢哋嘅宗教傳統。猶太教有一條好特別嘅規定，就係每一個猶太男性，無論你幾窮都好，都必須要識字，要去閱讀同埋研究妥拉，即係猶太教嘅經典。喺公元大約63年嘅時候，猶太嘅大祭司就已經頒布咗法令，要求所有男仔喺6歲或者7歲嘅時候就要去學校接受義務教育。一個男仔到咗13歲就要舉行成年禮，喺成年禮上邊，佢要能夠當眾朗讀希伯來文嘅經卷。大家試下將呢件事放返去古代去比較，喺歐洲仲處於文盲率極高嘅黑暗時代，甚至連好多貴族都唔識字嘅時候，猶太人已經實現咗男性嘅全民普及教育。呢種全民識字嘅優勢喺農業社會可能未必睇得出有幾犀利，但係一去到商業貿易嘅世界，就變成咗巨大嘅競爭優勢。做生意要記賬，要寫合約，要同遠方嘅生意夥伴通訊。呢啲全部都需要讀寫能力同埋計數能力。猶太商人憑住呢種普遍嘅高教育水平，好自然咁就喺貿易網絡入面佔據咗核心嘅位置。佢哋可以輕易咁處理複雜嘅商業文件，計算匯率同埋利潤。呢啲基本功喺當時嚟講，絕對係高科技。除咗識字，猶太人做生意嘅大腦仲受到一部非常重要嘅典籍所塑造。呢部典籍就係塔木德。好多人以為塔木德只係一本宗教書，但其實唔係，佢更似係一部猶太人嘅生活百科全書，入面記錄咗歷代猶太拉比對法律、道德、商業，甚至日常生活嘅各種辯論同埋見解。塔木德入面有極之大嘅篇幅係講緊商業行為嘅規範。相比起中世紀，基督教將商人睇成係貪婪，將財富睇成係通往天堂嘅障礙，猶太教嘅觀念係完全唔同嘅。塔木德認為正當嘅財富係上帝嘅祝福，做生意唔單止唔係罪惡，反而係一種可以展現智慧同埋神聖嘅行為。但係呢種對財富嘅追求絕對唔係毫無底線嘅。塔木德對商業道德有住非常嚴格同埋詳細嘅規定，例如佢裏面有一個概念，嚴格規定咗商品嘅合理利潤空間。如果一個商人賣嘢嘅價錢高過市場公允價值嘅1/6，買家就有權要求退錢或者取消交易。
佢哋亦都極度強調合約嘅神聖性，認為無論係口頭定係書面嘅承諾，都必須要嚴格遵守。有一句猶太諺語係咁講嘅：口頭嘅契約就好似白紙黑字咁重要。呢種對誠信嘅極致追求，喺古代交通同埋通訊極度唔發達嘅情況下，建立咗一種無可取代嘅商業信任。試諗下，喺1000幾年前，一個住喺西班牙嘅猶太商人，將一批貨物交俾一個要出發去中東嘅猶太船長，佢哋點解可以放心將成副身家交俾對方？就係因為大家都有共同嘅宗教信仰，大家都遵守塔木德嘅商業律法，大家都去猶太會堂。呢種基於共同宗教同埋律法所建立嘅跨地域信任網絡，令到猶太商人可以做一啲當時其他民族好難做到嘅長途國際貿易。佢哋唔單止做買賣，仲發明咗好多早期嘅金融工具，例如匯票。因為帶住大量金幣去旅行係非常之危險嘅，猶太商人就可以喺歐洲某個城市嘅猶太同行度存入資金，攞住一張寫住希伯來文嘅匯票，然後去到幾千公里外嘅另一個城市，當地嘅猶太商人兌換反現金出嚟，呢種跨國嘅金融結算網絡大大降低咗貿易擠提成本同埋風險，亦都令猶太商人兌換柴石兌換柴石兌換擠提。除咗律法同埋網絡，猶太民族內部嘅互助文化，亦都係佢哋商業成功嘅一個關鍵因素。猶太教入面有一個好重要嘅核心概念，叫做慈善。其實喺希伯來文入面，呢個字嘅原意更加接近公義。對猶太人嚟講，幫助有需要嘅同胞，唔單止係一種出於同情心嘅施捨，而係一種必須要履行嘅社會義務同埋宗教責任。佢哋嘅社區入面有一個傳統，就係會設立各種形式嘅免息貸款基金。如果一個猶太年輕人想創業，或者係一個商人遇到資金周轉困難，佢可以向社區申請呢啲無息貸款。呢種內部嘅金融支持系統，好似一個巨大嘅孵化器咁，幫咗無數猶太人渡過難關，或者賺到人生嘅第一桶金。同時，猶太商人之間亦都好流行合夥制度，大家夾錢夾力一齊做生意，風險共同承擔，利潤一齊分享。呢種高度團結同埋互助嘅精神，令到佢哋喺面對外界嘅壓迫同埋競爭嗰陣，能夠展現出極強嘅韌性。喺猶太文化入面，失敗並唔係一件可恥嘅事，因為佢哋經歷過太多嘅苦難，由國家被滅亡到無數次被驅逐、被屠殺。呢個民族嘅歷史本身就充滿咗跌倒同埋重新企起身嘅過程。所以喺商業世界入面，就算生意失敗、破產，社區都唔會輕易放棄或者排擠嗰個人。相反，只要你係誠實咁做生意，失敗咗，大家會鼓勵你吸取教訓，甚至會再次借錢俾你東山再起。呢種極高嘅容錯率，變相鼓勵咗猶太人去勇於嘗試、勇於承擔風險，因為佢哋知道背後有一個強大嘅社區網絡做後盾，跌倒咗都唔會一無所有。時間去到近代，隨住啟蒙運動同埋工業革命嘅發生，好多歐洲國家慢慢解除咗對猶太人嘅各種限制。當猶太人終於可以走出猶太區，進入主流社會嘅時候，佢哋幾千年嚟積累落嚟嘅優勢就徹底爆發出嚟。佢哋高度重視教育嘅傳統，令到佢哋可以迅速掌握現代科學、醫學、法律同埋金融知識，迅速成為咗各個專業領域嘅精英。由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好多猶太家族憑住佢哋跨國嘅網絡同埋對金融嘅深刻理解，喺現代銀行業嘅建立過程中扮演咗舉足輕重嘅角色。佢哋唔單止為政府發行債券，仲為鐵路、礦山呢啲大型工業項目提供融資，成為咗推動現代資本主義發展嘅一股重要力量。我哋可以再深入啲去睇下塔木德入面一啲好具體嘅商業智慧，例如佢哋好強調風險分散。書入面有一句好經典嘅話，教導人要將自己嘅資產分成三分之一用嚟買地，1/3用嚟做生意，剩低嘅1/3就保留現金喺手。大家睇下呢個講法，雖然係幾千年前寫落嘅，但係咪同現代財務策劃師教人哋嘅資產配置理論不謀而合呢？保留現金係為咗應對突發嘅危機，買地係為咗資產保值，而做生意就係為咗創造更高嘅回報。呢種穩健得嚟又唔會失去進取心嘅理財觀念，令到猶太商人喺經歷無數次嘅經濟危機同埋社會動盪之後，依然可以企得穩。仲有猶太人非常之重視資訊嘅價值。喺以前無互聯網嘅時代，猶太商人已經建立咗一個覆蓋全歐洲甚至亞洲嘅情報網絡。一個喺威尼斯嘅猶太商人，可能比當地嘅統治者更早知道倫敦或者君士坦丁堡嘅物價變動。點解佢哋做得到？因為佢哋有遍佈各地嘅親戚同埋教友，大家會透過書信頻繁咁交流各地嘅市場資訊。
邊度有農作物失收，邊度打仗需要物資，佢哋往往係第一批掌握呢啲資訊，然後迅速採取行動嘅人。喺現代社會，資訊就係金錢，呢個道理猶太人喺幾百年前就已經玩得出神入化。佢哋明白做生意唔係單純靠勞力，更加要靠眼光同埋資訊嘅不對稱去賺取利潤。講到呢度，可能有人會話，咁而家呢？而家猶太人喺美國商界或者華爾街咁有影響力，係咪代表佢哋真係有啲不可告人嘅秘密網絡？其實我哋要客觀咁睇，猶太人喺現代商業社會嘅成功，更多係因為佢哋嘅文化基因非常之契合現代資本主義嘅要求。現代商業講求契約精神，講求法治，講求知識產權，講求創新。而呢啲元素其實早喺千幾年前就已經深植喺塔木德同埋猶太人嘅生活方式入面。佢哋習慣咗用法律同埋邏輯去思考問題，習慣咗不斷咁學習同埋質疑。大家去睇下猶太人嘅學校或者家庭教育，佢哋好鼓勵細路仔去發問，甚至去挑戰權威。好多猶太家族喺飯台上邊傾嘅，往往唔係啲八卦新聞，而係經濟環境、國家政策，或者係一啲具體嘅商業案例。細路仔喺呢種環境下長大，耳濡目染，對投資、對數字嘅直覺自然會比一般人強。呢種充滿批判性思維嘅教育方式，正正就係培養創新能力最重要嘅土壤。呢個亦都係點解喺硅谷呢啲講求顛覆性創新嘅地方，會有咁多猶太裔嘅創業者同埋投資者。佢哋唔係靠咩神秘嘅力量，而係靠紮實嘅知識儲備同埋靈活嘅商業頭腦。佢哋好早就明白複利嘅威力，明白資本運作嘅邏輯。所以當佢哋踏入社會嘅時候，佢哋唔係為咗一份人工去盲目咁打工，而係會思考點樣去建立系統，點樣用資本去撬動更大嘅財富。總括嚟講，猶太人之所以俾人一種特別識做生意嘅印象，絕對唔係因為佢哋嘅基因有咩特別，亦都唔係靠咩陰謀詭計。呢一切其實都係歷史嘅偶然同埋必然交織出嚟嘅結果。失去土地同埋漫長嘅被迫害歷史，迫使佢哋轉向商業同埋金融，去積累可以帶得走嘅知識同財富。嚴格嘅宗教律法意外咁造就咗佢哋極高嘅識字率同埋契約精神，而散居世界各地嘅命運，又幫佢哋建立咗一個以信任為基礎嘅國際貿易網絡。加上佢哋內部極之團結嘅互助文化，同埋塔木德入面無窮無盡嘅實用商業智慧，呢啲所有嘅元素加埋一齊，先至構建咗猶太民族真正嘅財富密碼。其實，與其去羨慕或者神化猶太人嘅賺錢能力，不如去學習佢哋背後嗰種對教育嘅極致追求，對誠信嘅堅守，對風險嘅理性管理，以及面對逆境嗰陣永不放棄嘅韌性。呢啲特質，無論放喺邊一個民族、邊一個時代，都係通往成功嘅不二法門。希望今日嘅內容可以幫大家從一個更加客觀同埋有深度嘅角度去理解猶太人嘅商業文化。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對你有啟發，記得幫我撳個讚、留言分享下你嘅睇法同埋訂閱我。我哋下次再傾更多有深度嘅話題。拜拜。